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12月13号，主我的王，诗篇74篇1到23节。今天祷告的经文是第12节，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，在地上施行拯救。谁是我的王呢？在这地上，在这世上，是可以拯救我的呢？当我们人面对痛苦、不确定、混乱、危难的时候，谁可以做我的主、我的王呢？当国家面对痛苦、不确定、混乱、危难，谁可以成为国家的主，为国家来做主呢？在过去疫情期间大概1年半的时间，我想很多的国家包括台湾，我们真的是处在那个痛苦、不确定、混乱、危难中。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有人起来做主，起来做王。因为世人总是会放弃，总是会退后，但是这位主是掌握历史的主，他是爱，他是信实，他是公义，他是全能的主。今天这个诗是在以色列亡国的时候被掳之后，在公元前586年到520年之间，应该是所罗巴伯回去重建圣殿之前，也就是第一次归回之前，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是问神啊，你永远丢弃我们吗？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疑问，也是一个感叹感叹什么呢？这么多年来，以色列人都在被掳的黑暗中，可能将近70年被欺辱跟辱骂，而这些人他们的家庭婚姻好像都是比我们好，但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何以处在这种境况呢？我想我们会联想到我们自己的经验嘛，尤其这疫情期间，英叶牧师实在听到太多的家庭因着疫情的关系，有些家庭正好在疫情前才装潢好一个店，花了毕生储蓄，想要实现一个梦想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事业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但是这个疫情来，打乱了许多人的生活。这时候我们的王国谁要来做主啊？或许现在你还深陷在那个痛苦，就像今天诗人所面对的，还是支离破碎，被仇敌毁灭当中。这诗人他这样来呼求神，愿今天这个诗篇成为我们的亮光，成为我们绝望中的盼望。他这样子祷告，他说神啊，恳求你纪念我们被仇敌毁灭。他可以把所有心情不好的那个苦楚对神来倾诉，因为可能人没有办法听我们最苦的，因为他们可能比我们更软弱。再来是诗人，他从第9节到第17节说，神啊，自古以来你就是我们的王啊。哇，这就是前几天叶牧师说的，我们人生像一部车，往前走，这是不可逆的一条路，人生旅程。但是感谢神给我们这台车有后视镜，我们可以透过这后视镜，我们去回想神过去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中掌王权居首位，怎么拯救我们。英叶牧师曾经跟 Franco 来学习一件事，而这件事实在是非常好用，就是 Franco 他自己在2次世界大战在德国的集中营生活时，他能够存活，他家的人其实都已经
死在那几种营里，他自己能够存活，他找出了一个原因，就是他发现只要生命中有意义，可以数算恩典的，而他能够活下来。所以英业牧师也常常跟这些苦难的人来对话，说你真的是很苦，真的这个路不容易，不是人能够走过的，但何以你可以走到如今？是什么原因让你可以活到现在？当回头看数算，哇，有太多恩典啊，真的是恩典之路。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时候，神伸出他的手，主动介入，或者是透过不同的人来帮助。可能一通电话，原来已经打算把生意一直没有起色的生意，一通电话，一个订单，一个人的一句话的鼓励，于是就度过了。而这些不是因为突然发生，是我们的神他调度万有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因为他没有放弃我们。所以这诗人在18节到23节，他持续说，主啊，你纪念你自己的名，主啊，你的名是大的，主啊，你是帮助我们的，主啊，你是以你的仁爱，主，你来牧养我们，因为主，我们是属于你的。主啊，你创造大地，你能力是胜过这些邪恶的。主啊，你定万物的界限，全宇宙包括敌人也是受制于你的。主啊，你跟我们是立约的，你是守约，是慈爱，你是不更改的。主，你永远是我的王。主啊，你本性是连续顾念困苦人，受欺压的人跟那贫穷的。主啊，你都顾念。主，你恨恶那强暴跟愚顽人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，你让我们的心苏醒，我们从那被绝望所敲昏的头，我们可以醒过来，我们可以归向你，我们重新来宣告，主啊，你是我们可以依靠的，你是我们的盼望的源头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一切。哇，是不是不一样了？这个诗篇不只是适合为国家来祷告，也适合在我们的王国里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王国，谁来掌权？谁来做主呢？因为我们来思想，来默想，这一位神爱我们的神，能在我们的身上执掌王权吗？有什么地方他还没有掌权的呢？我们愿不愿意交托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你就是我们王国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永远不丢弃我们，即使我们有时候偶尔被罪所胜，但主，你是恩慈的主，你是信实，你怜悯我们，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，我们回转归向你。谢谢你在那艰难的环境中，主，你仍然爱我们，使我们有信心的眼睛看到主你仍然掌权，而我们投靠你。主，我们是你的羊，我们是你的产业，恳求你保护我们，因着你的名，主你搭救我们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的生活让上主来掌权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胜，得更完全。我们明天见。